回答这行长黄仁勋5月底有来台湾，即马 AMD 董事长苏姿丰今仔日是坐专机来到台湾，要拜访供应链客户也个厂商，其中也包括着台积电。咱若伫咧拜谢时阵，阳明交通大学会颁发名誉博士的学位予伊。老底头装简单的清查，甲媒体一笑了后，就坐车离开。伊就是有半导体女王称号的 AMD 超微董事长苏姿丰，17下晡到台湾。产业专家认为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甲苏姿丰少年线来台湾，一定会搁插入人工智慧 AI 议题。而且苏姿丰即阵来台湾，会拜会供应链客户甲厂商，其中包括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。我想这个超微的部分，那么意味其实是比较浓厚的。那么希望未来呢，台积电能够提供给予超微在3奈米所需要的相关 AI 的一些晶片。随上 AMD 伫6月中发表上新的 AI 晶片 MI300X， 甲辉达 H100系列直接对拍，算是踏入新形式 AI 领域。专家表示，伫全球的 AI 供应链内底，台湾较注重伫源头，除了核心的 AI 晶片由美系业者掌控，其他的晶圆代工、先进制程、先进封装、被动元件等，咱台湾拢占有关键地位。搁预估未来10年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商机，超过咱想会到的。人工智慧浪潮不单单有利于台积电或日月光，甚至于台湾的大多数的电子产业链的大厂都可以因此而受惠。专家指出，双主即届来台湾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兼顾供应链产能，也甲全球合作友伴，得到好处的大厂包括晶圆代工、电源供应器、散热这的相关产业。双主20下晡嘛要出席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颁授的名誉博士学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